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咁今日就同大家講下我哋嘅產品更新嘅。咁喺開始講之前咁同大家講個規則先嘅。咁呢條片嘅主要用途咁就係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唔同嘅產品資訊啦，同埋唔同嘅產品嘅比較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去買嘢嘅時候咁過嚟買嘢咧，咁千祈要留意就係啦。咁首先第一樣嘢咧就係唔好問睇唔睇到波啊、世界盃啊、體育啊咁嗰啲。你嚟到問我咧，我咩都唔知嘅。咁另外咧，我哋唔會幫任何客人去裝任何嘅 Apps 咯。咁同埋第三樣嘢咧就係我哋唔會開機俾任何人睇內容嘅，所以唔好問可以睇到啲乜，係啦。咁其實即係電視盒子啦，本身啦可以係俾你去合法用途嘅。咁但係如果你翻到去自己裝其他 Apps 咧，咁就同本店無關。咁如果大家有興趣要買啲電視盒子之類嘅，咁你都可以 WhatsApp 啦，去轉數快咁樣去訂購啦。咁而運費咧就自己順豐到付嘅。好啦，咁最近我都為大家去製作咗一啲宣傳嘅單張。咁我哋分咗唔同嘅電視盒子嘅分類啦。咁首先我哋會分咗穩定之選啦，另外另類熱門之選啦。咁第三個就係可以返大陸使用嘅選擇啦，同埋 iPhone 用家可以用嘅選擇嘅。咁我哋主要都係集中喺功能上，而唔係講佢嘅內容。咁首先穩定之選啦，穩定之選啦。咁其實我比較推介咧就有3種嘅。咁一種咧就係 GVPAD 嘅12P 啦，咁另一個咧就係小龍嘅10P 加，咁另外亦都有極影嘅 G12。咁呢3隻雖然價錢係偏高少少，咁但係佢係相對地比較穩定啦，系統流暢啦，同埋適合大部分嘅用家嘅。咁而另類嘅選擇啦，咁就包括有華美啦，華美有2個型號嘅，咁一個係3P，一個係3 Plus。咁最兩隻唔同最主要嘅分別咧，就係3P咧就係行4G 加32G，咁而3 Plus 咧就4G 加64G。咁另外再多3個 AI 功能，咁就包括咗有 AI 預測啦、AI 推薦影片俾你啦，同埋有一啲 AI 去話俾你聽影片有啲咩賣點嘅。咁除咗華美之外咧，其實派克咧都係比較多人選擇嘅。咁點解佢比較多人選擇咧？咁其實最主要嘅原因啦，佢就係因為佢可以喺 iPhone 上面使用啊。咁就變相，如果你話你係想揾一隻電視盒子係可以用 iPhone 去睇咧，咁其實派克盒子咧基本上係小眾嘅選擇之一。咁另外咧，紫米科技 SU7 同埋呢個高 box 咧，都係比較特別另類嘅一啲熱門選擇嘅。咁而且佢哋嘅性價比咧都相當高。咁好似紫米 SU7 咁樣啦，佢係個建議零售價係980蚊，咁就包1年可以喺手機度睇嘅。咁而高 box 佢就要1年後就俾年費嘅。而且佢都冇手機版嘅功能。咁至於有啲客人啦，成日都會喺香港或者大陸兩邊走嘅。咁而今次呢4隻盒子咧，咁就比較適合大家去跨境使用嘅。咁你你返大陸使用嘅時候咧，唔需要用 VPN 咧，咁都可以睇到。咁當中咧就包括 Cloud TV 嘅中國版啦、高播盒子 G1 啦、JBox 13 Max 啦，同埋小寶12 Pro 嘅。咁 Cloud TV 啦，佢雖然佢係用呢一個晴天後台啦，咁但係佢始終晴天後台出咗好多年，咁佢相對都比較安全少少。咁但係可以睇到嘅嘢咧，咁就相對地少啲，而且佢3年之後咧係會變慢，咁到時咧係需要俾年費咁先可以去睇到嘅。咁而高播盒子同埋 JBox 13 Max 咧，兩個嘅使用體驗都相當接近嘅。而喺呢4隻電視盒子裏邊啦，咁除咗高播盒子之外咧，咁其實其餘嗰3隻咧都可以有呢個 Android 手機版嘅功能嘅。咁最後啦，咁頭先都講過，咁除咗呢一個派克魔盒可以喺 iPhone 用到之外咧，咁其實另外一隻叫星辰盒子 Xbox 咧都可以喺 iPhone 用到嘅。
咁不過佢個喺 iPhone 用到嘅功能咧，咁相對比較少啲。咁就我自己個人覺得麻麻地，我會比較中意用派克魔盒嘅 App 版多啲。好啦，咁講完唔同電視盒子嘅分類之後咧，咁我哋都講下最近電視盒子有啲乜嘢更新嘅地方啦。咁我覺得最主要嘅更新地方咧，應該係呢一個紫米科嘅 SU7 啊。咁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啦，其實佢哋而家咧多咗一個新嘅 Apps 嘅。咁佢原本我哋去用呢個電視盒子啦，咁可能會用呢個 Kimi TV 嘅 App 嘅。咁而家咧最近咧就多咗個叫 Kimi Y。咁多咗 Kimi Y 有啲咩作用咧？咁其實最主要嘅作用咧就係一個分流嘅功能啦。咁即係點解要分流咧？咁大家都知，可能最近好多人會用呢個電視盒子去睇電視啦。咁而佢分流嘅作用啦，咁就係即係好似一個隧道咁樣。如果你有好多人去塞晒喺個隧道裏邊，咁咪會好擠迫咁樣，好唔流暢，行唔到啦。咁但係如果佢做咗分流嘅話咧，咁就可以分散咗啲人。咁令到佢個整體嘅體驗咧會比較順暢一啲嘅。咁另外啦，咁講咗好耐嘅小雲 10P 加啦，咁佢呢一個小雲 10P 加，其實佢雖然係目前小雲最新嘅電視盒子啦，咁但係都係講緊2024年尾推出嘅電視盒子嚟嘅。咁最近終於有新嘅消息咧，咁就係話佢哋嚟緊咧將會推出一個新嘅電視盒子嘅。咁具體幾時推出啦？有啲咩更新咧？咁暫時未知道，咁但係根據坊間嘅傳聞啦，咁所講咧，咁新一代嘅電視盒子有機會咧去到2000蚊價位嘅。咁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你 RAM、ROM 嘅價錢咧咁越嚟越貴啊，咁所以令到佢個成本價咧亦都越嚟越高。咁所以咧，大家可能就要留意一下，會考慮10P 加定係等嚟緊下一代嘅可能係11P 嘅電視盒子。咁另外頭先都講咗有啲電視盒子可以喺 Android 手機或者喺 iPhone 嗰度睇到啦。咁所以咧，我哋都有一啲可以睇電影、睇電視劇嘅一啲特別嘅方法。咁我哋就引入咗呢一個叫做 AM Glass 嘅呢個智能眼鏡啦。咁其實雖然話智能眼鏡，但係其實佢冇乜一啲智能嘅功用嘅。佢最主要係一個 AR 眼鏡嚟嘅。咁就係佢有一條 Type C 線咧。咁你當你接駁你嘅手機啦。咁佢就可以喺個眼鏡嗰度睇到手機嘅畫面。你中意用嚟睇 YouTube 又得啦，或者你中意用嚟睇呢一個電視盒子專用嘅 App 都得嘅。咁就變咗可以有一個另類嘅體驗啦。咁令到呢個眼鏡咧就成為咗你嘅私人嘅電影院。好啦，咁講完呢個電視盒子咧，咁其實我哋投影機都有更新嘅。咁我哋投影機啦，咁除咗呢一個 SOHO 嘅T10 Max 之外啦，咁我哋最近啦，咁亦都更新咗有一隻 SOHO 嘅 T20 Max 啊。咁咧 T10 Max 同 T20 Max 咁就個名差唔多啦。咁所以我哋都知道其實呢一個 T20 Max 咧應該係 T10 Max 嘅呢一個升級版嚟嘅。咁佢最主要嘅唔同咧就係見到 GTV 呢一個字，咁見到 GTV 即係佢 Google TV 啦，係一個純正嘅 Google TV。咁變相咧 App 嘅支援會更加多嘅。咁佢會內置咗有官方嘅 Netflix 啦等等，同埋Google Play Store 嘅。咁可以俾你喺個 Google Play 入邊去 download 一啲你需要用嘅 Apps。咁尤其是好似呢排世界盃咁樣啦，咁佢可以安裝一啲官方正版嘅 Now TV App 啦。咁如果你自己有一正版嘅 account 嘅話咧，咁你亦都可以透過呢一個投影機啦，咁就可以去睇呢個世界盃嘅直播。咁另外我哋最近呢一隻 SOHO M1 啦，咁佢都做緊一啲優惠嘅。咁如果大家購買呢一部 SOHO M1 投影機咧，咁我哋都會送一隻紫米科嘅 SU7 嘅電視盒子。咁而呢一隻投影機最大賣點啦，咁就係可以拎出街使用。咩叫拎出街使用咧？咁就係佢有內置電，咁你可以去露營啊，或者去野餐嘅時候啦，咁就去使用嘅。咁如果你真係唔夠電嘅話咧，咁其實就算一隻普通嘅尿袋咧，咁佢都可以叉得起去。咁最後仲有 Tamaki 嘅呢一個投影機啦，P21嘅投影機，咁佢個賣價1980啦。咁佢除咗支持上下嘅梯形校正，亦都支持左右嘅梯形校正嘅。咁而佢嘅光度咧都有400、500左右嘅。
另外呢隻 Takumi 嘅投影機啦，咁就相對係比較平價版少少嘅，咁佢就個型號叫 T5 Mini 投影機啦，咁佢個賣價係1299，咁你同樣都係有1年嘅官方保養嘅。好啦，咁今次新產品嘅分享咧，又到一段落啦。咁我哋如果中意我哋呢條影片嘅話，咁記得 CLS 即係 comment、like 同埋 shar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咁我哋有啲乜嘢新嘅資訊咧，亦都會同大家去分享嘅。今集嘅時間又差唔多啦，咁下次見啦，拜拜。